两舌，什么是两舌？你们知道什么是两舌？东家长，西家短。对，我们现在在修在改变，但我们知道过，在圣贤经典里面，它告诉我们怎么样止恶，然后呢行善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先修自己，才能够感化别人。所以两舌，东家长，西家短。其余，什么是其余？不实在的话，你看其余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呢，我们不实在的话不要讲，是不是？那恶口骂人的话，我们会不会骂人？会的，或许就会骂人，但是我不会骂你们，我会骂小孩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骂人所以说骂人这个也是嘴巴的一种恶哦。那恶口，你们想，你们在骂人的内心当中是充满了什么？怒气啊！有没有骂人还嘴巴笑笑的？你实在有多讨厌，还像子佛沟里，那个真的是有问题了，有问题了啊！好，妄言，什么是妄言？对，说不实在，多实在为实在的话那生有杀盗淫、杀生、偷盗淫妄，这些都不是我们应有的本来哦，这都不是哦。所以我们要怎样？我们要去除我们这些12业。那当然，我也告诉我们，你怎么去除你这12业？他就告诉你，你如果想要了你的前世债。你凭你的什么功德能够勾销？我们知道关圣帝君吗？关圣帝君他有一支关公刀，是吗？偃月刀就是偃月刀，就是他专门在干嘛？降杀人没有啦，他在降魔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不降什么？不降冤哦。不降冤哦！你就说关圣帝君玩弄我无太人他不理你因为呢那是你的因果因果。所以呢，你不要以为你有冤，你认为我真世人，我唔知我有太人我真世人唔知我安怎啦，关圣帝君你赶快来救我啦！不好意思，你要自作自受。但是这时候但是来了哦，但书备注，凭你的功德能够勾销所以这